分手之後，麥兜無論做咩都諗起乜乜。佢聽人講，寫低自己最珍貴嘅回憶，放入時間膠囊，10年後再睇，可能會覺得冇咁重要。於是佢決定試一試。第一封信係寫住俾未來嘅自己。10年後嘅麥兜，你仲記唔記得乜乜啊？你有冇識到第二個人啊？你鍾意食叉燒飯嗎？希望你變得聰明，唔會再講啲冷笑話嚇走人啦。第二封信就寫俾乜乜。乜乜，當你睇到呢封信嘅時候，我已經放低咗你。雖然當初好唔捨得，但我希望你過得好。P.S. 如果你仲記得我，你唔好笑我，因為你笑起上嚟好靚啊。寫完之後，佢將封信放入貼盒，埋咗一個大坑裏面，心諗好，10年後再掘返你出嚟。10年之後，麥兜特登返去個膠囊度，打開個盒，睇返當年自己寫個信，就忍唔住笑。哇！我當年真係傻得好可愛啊！但佢睇返第二封信嘅時候，見到居然多咗一段字。麥兜，你改完返嚟掘呢個盒，我冇攞走佢啊，因為我知你有一日一定會返嚟㗎。下邊寫住乜乜。麥兜呆咗一呆，然後抬頭望住棵樹。麥兜就企喺棵樹後面，靜靜地望住佢，就 say 咗句嗨。麥兜呆咗2秒，就忍唔住笑。你係唔係一直都要返嚟睇㗎？乜乜微微一笑。你係唔係一直都冇忘記到啊？麥兜低頭望住隻手，嗰張信紙，心跳得好快。佢突然覺得10年過咗去啦，好多嘢都改變咗，但有啲嘢似乎有啲都係改變唔到㗎。